想享受尊貴嘅會員體驗？跟住我哋3步啟用 Gamut App 啦。第一步，打開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， 搜索 Gamut 或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。點擊安裝，幾秒鐘就下載好。第二步，開啟 App， 點擊登入，輸入你嘅用戶名稱以及臨時密碼。登入後，記得更改密碼，確保安全。就係咁簡單，立即下載 Gamut App， 解鎖尊貴課程同埋獨家資訊啦！